毋过嘛有真侪乡亲，就算这个衫裤穿真济，也是会骹手冰冷。中医师讲，会当按摩咱的穴道，也则是甲穴道来捂烧，像这张图安尼，像这个手的劳宫穴，肚脐下骹的关元穴，甲这个腰部的这个神阈穴，多多来甲按摩，拢会当加强着血气的循环，互咱的身躯烧热。把它出来哦，赞啊！赞哦！天气一个寒，大家拢想要啉一罐烧汤，较袂寒。不过有时就算有食烧汤，四季共款真冰冷，中医师讲会使靠抓穴道来改善。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劳宫穴，那劳宫穴就是在我们的手上这里这样握拳、中指跟这个无名指这样子，下来的地方，这个就是对。若要气寒，会使针对几个重要的穴位打暖包，不管是腹肚的关元穴，还是腰这个神阈穴，加减了拢会使促进血液循环，消除疲劳。肚脐对过来的后面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命门穴，那这个命门穴基本上呢，旁边就是我们的肾俞，那这些都跟我们的身体的驱寒力有关系。然后呢，所以稍微按压拍打，然后或者是给它什么用这个热敷啊。上班的时呢，感觉骹手冰冷，嘛会使呢抓一了风池穴，逐工抓差3-5分钟，拍一了大腿，中指拍到的所在就是风池穴。一伙人若加抓0，嘛会使预防感冒，这几个小动作会使互你较袂遐惊寒。